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的结果，昨暝已经出来啊。民进党的单机麦票数是一路领先，摕到67万过1804票；国民党的李美珍是摕到24万8478票。也若是代表民众党出战的吴益政，敢若摕到3万8000多票。民进党成功拍赢这场选战，昨暝嘛伫竞选总部感谢选民的支持。向选民鞠躬致上上悬的敬意。高雄市长补选结果出来，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单机麦摕到67万多票，胜对手国民党候选人李美珍。单机麦发表胜选感言，强调这是属于高雄的胜利。就如同今天的天气一样，也许过程风风雨雨，也许过程争吵不断。我们在民主的过程里面，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学习。2年前，单机麦韩国路高手当时以15万的票数差距落败，了后被指派上北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经过磨练，这摆重新过来2度参选高雄市长，选战定下一面倒的局面。伫拿六被3党竞争，单机麦成功伫补选摕到高雄的执政权。大家对我的支持，让我的肩膀无比的沉重。我会肩负的大家的期许，勇往直前。我会用尽我全身的力气，为我们这一座伟大的城市来共同打拼。单机麦得到7成的得票率，互高雄再次为拿天变绿地。市长村的2年4个月任期上任了后，首先要面对的犹原是财政困难。以选前画出高雄中开机2年8、4年，约束产业转型等政见等等，都要伫短时间内拼出真水的成绩单，若无将影响到2022年的连任之路。记者综合报道。想要搁这边甲高雄赢落来，国民党李美珍这边的补选敢若摕到24万多票，是输予对手单机麦40多万票，甚至连拿赢伫咧高雄3成的基本盘拢保无条。昨暝李美珍嘛伫咧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的陪同之下，伫咧竞选总部发表落选的感言。好，我们是不是大家来跟大家鞠躬？在国民党主席江启臣陪伴下，国民党李美珍现身竞选总部舞台，面色沉淡，深深一鞠躬，向支持者表达感谢。现场民众高喊国民党加油，多谢美珍。15月高雄市长补选结果出来，国民党李美珍得到24万多票，输予民进党单机麦67万多票，伊发表落选感言。这场选举最大的赢家就是我们的高雄市民。这段期间，让大家重新注意到我们高雄，关心到我们高雄。高雄市现在的困境跟问题也被凸显出来了。今天高雄人已经做了决定，所以我也恭喜陈其迈先生，希望未来可以带领好高雄。伊希望高雄市伫单机麦领导下，应对现政策，佮表示家己会回归市议员身份，继续为市民服务，认真监督市政。这场选举让我倍数的成长，我知道我自己努力不够，很多地方需要学习改进。很抱歉，没有办法胜选，我愿意扛下所有的责任。国民党，我们会用行动赢回高雄市民的支持。2022赢回高雄。这摆李美珍的得票数无守住国民党的3成基本盘，不止牵动那赢未来伫高雄政治版图，也影响党主席江启臣未来党主席之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的补选结果，上尾来看，民众党的吴益政敢若摕到3万多票。昨暝嘛开记者会，讲出败选的心声。也若是人伫咧中部辅选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是表示，这场选举是拍甲真无简单。也毋过吴益政的得票率是无超过5%，连200万的保证金拢摕袂转来。得票数不如预期，只摕3万8960票。民众党吴益政伫总干事蔡壁如等人陪伴下，先开记者会，个行政失败，感谢选民支持。让我们过去在18年所做的努力，因为这一次大家看到了，然后也看到对政治人物还有一点期许，也从我们身上看到，这是这个选战我们最大的收获。
5亿净得票率4.06%，3组候选人上去，无过5派砍站200万保证金拢摕袂倒来。无到高雄伫中部复选的民众党主席郭台考笑讲损失惨重。这个老实讲哦，本党这个建会拮据，你知道哦，少掉这200万，实在是损失惨重。高雄市长补选是民众党创党以来第一场大型县市长选举，郭台真济摆落南补选结果不如预期，5亿净惨败。郭台表示，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依然爱努力，资源有限情形下，要杀出拿力重围之下无简单，爱为物件抑阁真济，是不是影响至控制署总统选战布局？伊讲平常心看待。所以市长，您的2024也是平常心看待吗？对啊。不管你要干什么，就平常心的，本来就有平常心的。最重要是下礼拜6还有一场补选呢，是那个台中市和平区的这个乡长，算是乡长的区长，现在叫区长的补选。5连霸市议员的5亿净结束补选，回归民代身份，继续用实际行动监督高雄的市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头先是自由时报。行政院进前通过精尖计划第3期预算2300亿，其中5G 的网络建设规划155亿，加强都市甲增加平衡发展的城乡建设预算毛741亿，要若是提升道路品质的计划毛130亿，会伫咧刷落来2年一平。来看联合报。防疫期间，大家人拢挂喙罨，但是对有听力障碍的人来讲，若无法度靠讲话时喙唇的形来判断对方咧讲啥，嘛甲部分面的表情杂条咧影响沟通。即马咱的喙罨国家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发出透明的喙罨。上尾来看《苹果日报》，高雄市长的补选结果出炉，民进党的单机卖摕到7成的选票，大赢对手李美珍。伫咧高雄38个行政区内底，单机卖是赢35区。伫咧武林区、桃园区甲南马社区这3区是输互李美珍真济。学者分析讲，单期卖当选高雄市长补选是政人拢料想会到的代志。民进党伫咧中南部的气势，可能会一直拖到2022年。咱来看详细报道。高雄市长补选单期卖上演何秀基，民进党提回1成，虽然伫投票率4成外状况下无突破当时2018年的74万外票，不过对民进党来讲，已经彻底摆脱国民党伫高雄的威胁。民进党目前的所处的生态结构的这个优势，是该党创党30多年以来最好的一个阶段啊，也因此呢，他大概可以维持在这个阶段里面的话，某种程度上他可以蛮顺利的，在台湾很主要选举里面，大概都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学者分析，民进党在南台湾的气势一直延续到2022年，基本上未有伤大变革。尤其这摆国民党李美珍得票率唔若无到国民党3成基本盘，甚至连2019年黄兆顺的32万票封线拢失守。靠着韩国瑜的声势即阵已经见底，国民党线来可能爱烦恼，连其他6都拢有可能会失守。该党的这个支持的力量呢，融化得非常的快。如果该党找不到一个集中团结大家的政治理念，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团结大家的一个政治领袖，这个党在发展上会面临非常大的危机跟挑战。台中市以及北台湾的3个3都啊，都有潜在的变化的空间。国民党即摆想要以少年形象的李美珍来改变选盘，不过过程充满缺失，已经流失少年族群的支持，更加冲击江启臣线来主席保卫战。民众党的5亿净虽然得票率无到5%，不过志在参加无在胜选，伫即摆拍出全国知名度。学者分析，民众党后续也是真可期待。当然不会，重点是不会在2022。那我想应该就是在经营基层啊，在经营基层这个地方有透点。那基本上这个知名度在这一次的选举虽然不求胜，但基本上知名有了，这是应该就是说求仁得仁。学者分析，民众党在即摆市内地方经营真久，不过欠缺知名度的5亿净试水温。虽然无多震动，高雄国民党加民进党基本盘，不过将来可望吸收这2党流失的票源，在2020年也有发展空间。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也伫看成果，将会影响2024年是不是参选总统的关键因素。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是真相像，拢是早起高温炎热，过到了后爱注意雷公雨。
今仔日早起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为主，敢若台东甲恒春半岛有蓝山的地渐好。过到了后，西半部要注意雷公雨，而且也是有熊闪大雨的几率。提醒乡亲朋友出门的时阵，要会记哩早雨伞也是雨满。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是32度到35度。气象局针对台北、新北、宜兰县甲花莲县发布黄色的高温警示，高温有机会升到36度。大家出门的时就要注意热热，加补充水分，才袂着沙。来关心国内疫情，咱台湾昨是阁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带病入境的境外病例，是一个20多岁查某人，去年去菲律宾出差，8月13回来台湾了后，伫咧机场采检确诊。也若是马来西亚，进前公布讲有一个对台湾入境的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就表示，等待有较详细资料了后，会用本土病例规格来进行调查。国内武汉肺炎个新增加一例境外移入病例，个案是20多岁女性，去年8月因公挂牌到菲律宾。伊伫今年8月初10出现鼻无食无味、筋肉酸痛，然后鼻水等症状。伫当地家己食药并无就医，8月13回来台湾时，主动讲出这个症状，机场采检了后才确诊，目前住院隔离治疗。他有全程在机上全程有佩戴口罩、面罩、护目镜哦，所以这些他都有做。另外，马来西亚顶日公布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病例，是为台湾入境的马来西亚人。指挥中心表示，马来西亚初步提供的资料只有英文的名，无护照号码。已经知影个案是今年4月到伫台湾，8月初2经过香港，登去马来西亚，入境时一采阴性，也毋过13天了后再次检验却成为阳性，感染源也有待厘清。至少从8月2号。待到第13天或者第几天的时候检验，然后这时候变成阳性这样子。那到底他是在哪个地方感染的？我们还要再跟马来西亚这边再做一些确认。庄仁祥表示，也阁需要等待马来西亚提供更较详细资料。这个案例也会用咱国本土案例规格进行调查，因为近期3个月陆续发生5件为台湾到国外被确诊阳性个案，其中日本籍的查某学生甲泰国籍的移工已经结案。另外，日本工程师、香港、台湾籍富人人，也阁比利时工程师等3案。庄仁祥强调，伫台湾的相关接触者拢已经采检完，全部拢是阴性。后礼拜等专家开会讨论了后，才甲咱国民众报告敢是结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疫情，中国昨是宣布讲新增加22例确诊的武汉病例。北京乌北嘛传出讲有患者好起来了后，佫验出病毒的案例。更伫咧广州的深圳有超市，是因为员工确诊，今仔日有21间门市暂停营业。若是伫香港，暂时是宣布讲增加46例，其中伫咧货柜港口的群组感染是佫增加3例，目前累积13例。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连锁超商阿美先生位伫深圳的一间门市，20时有一名员工确诊。阿美先生官方15宣布，深圳21间门市全部暂停营业进行消毒。外面将会当看到店内规片乌酥酥，人员穿着装备进行消毒。所有员工也拢排队做核酸检测。现在消杀工作人员呢，正在做一些消杀设备的清洗，因为消杀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他们把这个消杀的器具用清水冲洗一遍。15中国官方疫情上新通报，中国全境新增22例境外14例本土案例，广东1例，新疆7例。中国最近也接到2件阴转阳通报，一名68岁查某患者伫2月确诊，治疗后几个月8月又再次验出病毒核酸阳性反应。中国感染专家指出，不排除患者因为免疫下降出现新的病毒感染。9号再组合上就是阳性。病毒呢，为了逃避你这个免疫，可能还躲起来了。随着时间延长，针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功能低下了。就会复阳了。中国陕西也有一间丰兴冷冻食品发现一批1120公斤来自南美洲厄瓜多进口的白虾，验出核酸病毒阳性，已经有部分流入市场。陕西目前全面停备这批冷冻进口白虾，也对各海鲜市场人员核酸检测，目前结果拢是阴性。香港的疫情也还未断伏，香港卫生署公布10时新增46件确诊，其中7例境外数字39例本土，其中规昌货柜码头群组佫出现3例確診，累積達到13例。我哋數翻應該都已經加埋今日啲個案咧，有8宗，咁同埋有5宗
初步陽性嘅個案啦，大概120個工作人員度啦，咁我哋可能都要全部咧就送入去檢疫中心檢疫啦。防止疫情擴散，香港推動餐廳禁食令將近1個月，未少餐廳受到衝擊。香港機場也伫15開戶內底，經香港對外轉機服務，也毋過海外經港轉機到內地有關暫停。記者綜合報道。台海附近有關是無平靜，中共解放軍13展開軍事演習，拄好佇這個時陣，美國國防部嘛公布軍售合約，其中嘛包含台灣要買 F-16嘅戰機。針對這件代志，咱的空軍是無做評論。另外，昨有中共軍機來侵擾台灣的西南空域，空軍是公布驅離。位於台灣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中共軍機對逆進入 ADIZ， 影響我飛行安全，立即回轉脫離。19早起8點15分，中國軍機進入西南空域，空軍在高度1500公尺到3000公尺200公布驅離。過無到1點鐘，美國 EP-31北洋號偵察機也通過巴蜀海峽在西南空域巡邏。對中共解放軍13實施軍事演習，台海情勢緊張。美國國防部14公布軍售合約，其中到台灣 F-16戰機。这 PF-16其实算是一个新的机种了。那其实它配备的不管是雷达或是武器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先进这2型的战机都有具备部分的打击伏舰沿岸的能力。去年8月，美國國務院批准對台灣66架 F-16V 戰機軍售合約內底，甲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約定打造90架 F-16V 戰機，10年總共620億美金。有消息人士透露，其中8國家有包含台灣所買66架，這也是自1991年以來台灣第一擺得到美國先進戰機。不過台灣空軍對美海軍售真低調。這個程序已經是完備了，那相關這些細節關於他國民間公司的這些飛機製造公司的這些合約內容，我們其實是不了解。台灣買戰機有進展，不過這軍售案也被外界解讀可能讓中國真生氣。軍事專家表示，這批 F-16V 是上新機型，雷達武器攏較進步，有希望取代老舊的幻象戰機，提升台海戰力。不過配備也是要看實際高機的狀況。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咱台灣有好山好水好環境，尤其是咧山若開放了後，真濟人家去爬山，但是煞接發生事故。今年1月到7月，玉山國家公園就發生32件，甲去年的同期比起來是加1倍。爬山專家就指出講，除了因為民眾無經驗錯誤評估，閣有一寡商業團無控管成員的體能，攏是有可能會出意外的原因。受傷的山友伫山頂等待救援，伫地面救援人員協助下，坐上救援直升機落山。伫山頂事故部分，玉山國家公園今年1月到7月就發生32件，救援6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倍人數。7月這個月更加創下歷年的新高紀錄，而且山頂救援又以爬低天數的懸山較濟。有關處講，甲山友傷過看輕高山的風險，無評估家己的體能有關係。尤其是在今年的7月份呢，高達10件的登山事故，近10年來最高的一次吧。你如果是單攻的話，海拔的一個變化上是急劇的一個變化。有高山向導證的專業登山專家是指出，這數字其實說明民眾在面對登山的教育也無夠，在民眾小登山的同時，商業化的操作，讓你無法度正確掌握生源狀況，也是讓山岳事故增加的原因之一。商業上的考量，所以他們在吸收隊員的時候，往往不太會去考慮隊員的體力狀況，這樣反而容易導致一些山難事情的發生。因為玉山它雖然是一條感覺上是大眾化的路線，那實際上它的海拔高度將近4000公尺，而且路程相當的遙遠，所以一般的山友你不要把它當作是一般的郊山。去年10月，行政院宣布開放山林，全台81條林道解除禁令。消防署統計，對今年初統計到7月15，已經有182件山岳救援，18人死亡。欠缺準備甲經驗，互山友互家己處在險境，也互救災人員真無閒奔波來救援。有關署呼籲山友，爬懸山存在一定風險，千萬袂使來忽視。記者綜合報道。新北市瑞豐的高筒仔鳥村，伫咧國內武漢肺炎的疫情較凍點了後，尤其是增加幾落倍。鳥村內底自信站是維持愛掛喙罨甲徛嘛坐登記才會當出入，
不过室外就无强制规定。东部处是呼吁民众尽量爱挂喙罨，对人甲猫仔拢较好。不过现场有挂喙罨的民众，敢若占少数。有的猫仔我伫个壁边伫休困，有的闭伫个机车下面伫困，也有倒伫个花盆纳凉的。高东啊鸟村有真侪猫仔，毋惊人佫古水，假日总是吸引真侪民众来遮佚佗。甲年初疫情期间只有上100人来比较，即阵疫情较低，一天上侪有800人来。毋过民众观察，最近有开挂喙罨的人数有明显下降。即马较无挂的人是较可惜的款。大家拢无挂，你敢会烦恼？当然会担忧啊，该污染着。天气真热，伊佫大部分在户外活动，尤其坦白讲，确实有点放松。不过也是赞成讲，也是爱挂喙罨是有较好。应该要戴这样。对，但是我没戴，你这样不是很尴尬？在外面比较戴不住哈。店家也会要求我们，对。可是，在外面真的就是，如果1个拖、2个拖、3个拖，就大家就很放开来拖。除了境外一直有较紧闭的新北市东部处伫鸟村内底资讯站，继续维持日期爱挂喙罨采实名制登记。不过室外是难以强制。东部处意外呼吁沿挂喙罨对人甲猫仔拢较好。目前 OIE 上也没有这样的证据说动物会受感染，只是说猫咪的感受性可能稍微高了一点，所以我们为了保障就是人跟动物的安全这就尽量来避免。鸟村内底袂少游客饲鸟，也有人去摸鸟。动物处讲要保护人甲鸟的健康，希望民众还是爱遵守规定，翕相就好，莫去人鸟摸鸟。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迪士尼公司开2亿个美金拍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去电影院放送的档期是一直在改变。迪士尼最后是决定讲取消《花木兰》去电影院放送的计划，9月初4开始，会伫日旗下串流媒体平台 Disney Plus 上架，但是这个消息出来是引起英国的电影协会不满甲批评。中国鲁滨区刘亦菲所主演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电影预告要播上日子是3月27。那知影去拄到疫情，一寡戏院拢休困。迪士尼公司就伫要上映播上的前2礼拜宣布，要甲档期延到7月24，到了6月，佫宣布要延到8月21。迪士尼最后是决定归期放弃北美电影院上映的计划，直接甲《花木兰》放伫公司网络媒体平台 Disney Plus 顶头。9月初4开始，美国、加拿大、澳洲以及部分西欧国家 Disney Plus 的用户只要另外付钱就使收看。如果近来无 Disney Plus 的国家，亲像中国还是台湾这所在，伫确定了档期了，同款是会使伫电影院内底播送。Every family must contribute one man to fight. You're a war hero. You've already made many great sacrifices. My father cannot fight. 开2亿美金制作完成的《花木兰》是迪士尼目前成本上悬的网价转拍真人版电影。迪士尼放弃了电影院转攻网络播送，凸显了已经是了5落消费市场的转变。英国的电影院7月就开始恢复营业，但是因为无大成本的电影会使予观众入去电影院看戏，所以讲伊的票房是无讲介好。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早起各地是高温炎热，湘北、宜兰、花莲的高温有机会升到36度，就要注意夜日加补充水分。过昼了后，西半部要注意雷公雨，而且也是有熊熊闪大雨的几率。一直到拜3，水气才会较减少。预计这礼拜拢会以标准的热冷的天气形态为主。提醒乡亲这几天出门的时，就要会记得早雨伞甲雨满。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有无资料。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35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27度到3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我是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渡祭礼俗，主题就是渡祭。乖哦，渡祭汉字写做渡祭。罗马字写做“多乌多”，子下祭，多第7条，祭第3条。出世就是婴儿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儿转财。咔嚓！红婴儿出世3天叫做3雕。即天爱请捡囝母，也就是产婆来处理，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互囡仔大汉有胆有勇气。了后拜神明拜床母，甲红婴仔号名。妈妈甲红婴仔洗落来了后，爱做月内，等1个月到。叫做满月，满月时亲情会来做满月，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操做4月日的礼俗，开操就是婴仔开始食肉。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烂，互婴仔咬大汉。哎呀，阿嬷食一个啊，好食好咯，渡祭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即天会甲婴仔做渡祭。落土时8字命，意思是讲大家人的命运好歹，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不过，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爱拼才会赢。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8字命，家己的命运家己拍拼。阁有一句俗语讲查某囝嫁娘咧转财，娘咧就是妈妈。查某囝嫁有生产经验的妈妈，安怎转财？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六渡祭转财。做胆，做月内，收烂，落土时8字命。查某囝嫁娘咧转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乖阿嬷笑来，阿嬷抱去，抱起来呀，抱起来呀！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